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2回。现在两高头那个落梅林里向，林巴上了梅花塔上向。当年就是男的你真个不相信我是当不好的。我话语一回我嘛讲不你听，你嘛是将我手势对中相信喽。恭喜听崔相声，我也问问那个家事来历。根本没好。这个我个家事来历说出来，老娘搞走西凉，根本也不少配对了哪位的。大要崔相中一些啊，弟弟是哥哥。说问小弟的家事来历，对我干兵哥哥听见弟弟呀。梦东分家己心给我知理兄弟心分明弟弟是一个新娘啊！我家弟弟的新娘是地中不同的呀。有一本正经，新娘嘛总归是新娘了，你说得出来呀？他们是两公恰是深情明。我是7岁已经生父孽，与个爹娘婚事狗官年，与你去现一是一个新娘呀。这刚说起来，但是个谁这样的黑话？与弟弟母亲谁家口头光阴原来弟弟生意不好内意都是小弟自己记下，在7岁那年已经开了几10了原来被我终极思想在自然挖了几副导演特别一样的垃圾我家弟弟是两公巧手这2只垃圾的导演当然好了几副细垃圾美与身家可以都是了哦这的确不容易搞从光7岁了已经为的活得无样子哇！原来高手一家大户人家，要出嫁一位妻子，被媳妇的庄里呀，是欧阳到他家去打扰东西，我弟弟一问了，对了我的东西去我们西凉打扰新的东西弟弟呀，我是啊谁父母生家去每日风里的狗
也是在实习弄的，吃不得吃里多，在他乡，好去那贫富家要实，两妻之中社婚。口里，原来我在他家，几个童儿不够，每中四才四婚，心我就分这个童儿，我分他四才红人食。里比人缘很，是那是人粮吃的哦。我与他讲理了。哎呦，为此地吃大不灵个高理性，说你是讲谁个家？我说的非此一股生呀子。一样的两个人粮手粮，一样的，好比你们两样是什么混血菜，不是里多人粮再吃四样混血菜呀。我说的内中个气候不给人，我与他认理呀。原来这个童儿的讲的，他是娘家，他是到西凉子，在地二手把东西上，人两子那高的说明大清年这上下一分上下翠，他是那里后边的来巴黎人。原来我与弟弟讲了，我说西厢不是人缘好，黑儿子们也到人类去修心，我谁儿也有人量了呀。哎呀，那个家是实对谁个？为自己吃也做你了这个，一家弟弟口人姻缘啊。他不愿哦，被我双脚泪鼻孔，弟弟是弟兄了几情分。送上我眼里去飞西身，要不我别的无法口香为小弟早起之动的，送到我人粮地里向去学生意。原来小弟有了人粮了呀！这里好了，人粮是欧阳之中为第一。哎呀，各位人粮地开不开得来？这个道理到我理想的山河是不得了个老辈子，哎呀，师傅是啊，他不舍得了。我在他家，我是遇见了一家丁，不了家庭家人呀，没去那中将，没去。
酒家也我问他此菜红人吃的。他是怎样？他说的那是你是人吃的呀。是的，你是人，乃是买一不背。两家东军的下东神吩咐个农们呀来侍奉，狗狗为家事业成啊。原来小弟想了，我想那么读书是跟比人呀哈，我立刻为家定义心。我与弟弟讲，我不要有人量了。这日也罢10分多8万下来的功名门。你家弟弟口人姻缘？弟弟不冤啊。这都是他上公事本，他讲我有人量啊。我是个父不肯人，被我冲上来的破，原来是我邻居的祈求我心，原来邻居祈求我的爹娘。这是个小儿子他的呀，记住他心肝吃啊，大不是嘛义务当中去报一个名人，居然送信我有当门。实在都是没问题，公司资本努力打来也是穷的。幸亏的与啥活动义务呢，身上的厂子是按啥活动，专门让穷人家口人家钱都来读书的，送到那啥活动里想，为先生亲自个就是身上的，那么我进去开心啊，用功见到一岁到今门门2岁个雨裤出金人2年就为了中本上中不过只满一成贼，这是够小儿啊，家里必定是得公您我爹娘本是死不息，他下我佛名归原来双亲间去世了小弟非亲戚不依靠，现在那恩师大人生日的父母身上神，幸亏恩师大人哥哥，这是不对了。没了就说那不对，怎样不对呀？相思路上二娘娘与哥哥乃是兄妹之称，没大事，他们张家不追击公公。这个，爷，你既然按上我说个一句啊，谁如与亲就啊500以来的，我不去开帮你。杀了当然也是个句话呢。张家里想啊，这个张伟川是我姑父了。
张水们是我表妹，张丽们是我个表弟了。这个你个功夫啊，交关势力。那么哪一桩事体了，你这个听就不来气呢？张高看不起当不好，因为你那辰光当不好，你像来娘搞做西凉，当英语个狗毛了。那么当不好个狗毛嘛，谁那里到我里向一头口都光有。别狗里个狗娘年纪轻的辰光，咱面孔交关标志啊，小家边用是何是药？那么不晓得这个张伟处呢，你到位太太，加上夫妻几年，不晓得，不为样子。那么专门讨一种是非美人了，要想那一个妻，而且那一个妻嘛，张伟处啊，当时你想平康有子的写，最好也写家边用。那么一种是非美人了，他们呢，写的里当不好的狗毛。面孔标记得来不得了，那么原来嘛去替当一个药一商量，再提到个姑娘一对嘛不办法啊，是哈个正气收手。如此做美人嘛，到张家去嘛，张伟处那一个去了做个是夫人。别个怎么做个是夫人啊？交关苦呢，谁顾当屋的人还要服侍了他。当不好个狗毛到底张起。一听张家是养一位不张氏爷女娘娘养一个张灵，一男一女，分晓得原来啊那个合作高铁张伟处个位太太就狗屎，那么去哪里扶正？起初不来往呀，一到两度，不来气。原来张伟处随诺当不好个姑娘扶一扶正呢。那么你那男人们的讲起，从那当不好的妹妹叫林德嘞，这个辰光当因为谁？林德张光嘛当不好啊，辰光交关据说了，要娘们就狗屎在。这说个你娘娘些辰光没凶个，实在呼吸的太够，我们神心不够了，已经起码当不好呀。一是把那面孔了窝得粉粉色，一是把那脸跟你身上上天，个当认真作孽了。那么原来里啊，想想为谁是干嘛？这种请求不啥的，你工上面也看到不起的，幸亏这个身上的哪里呢抚养起来？那么身上的呼吸个学生子，说了以后啊，当不好对之后嘛，加上个张伟处啊，你看中也拿个男配不了当不好，当不好非啊，为了撇开为了种搞这么个撇开，将来破干么个？死了后嘛，农小如果脸上光，这是夫妻一步一步脸得上去啊！上了张水爷你娘娘那个郎相嘛，加上也有点不开心了，他表兄稍微有一点心情来，这样个意思。当然过去发更什么的说这样一句，谁都一听就不可怕，幸亏得身上的那抚养人吧。我告你为受我一笔担心我好了，啊弟弟呀，他是跟天说我那对情话，我说谁让心红光门，这个是我不是瞎说，我12岁啊就中水在。后来我的南京去考乡长的，你们是16岁。后来小弟到金陵去改考乡长，进了考场，落了王一笔出了题目，我做了首批的文章。原来文章无批之余，我想一个人切不能放弃根本。我与你就是个思量啊。是啊。我在文章就自备在忘了几副垃圾。你也是一个嘞，文章了他我垃圾了啷个？原来怎样？交就之余，等手批为你当上阵批出来了。哥哥，后人得中功名，我去观看别人得中啊！哥哥，当然批是什么？批的啊，我看得清楚啊。
的是那金水本战走鸡皮，为于功夫来我垃圾。垃圾我这个是吧？是金口，不中那是呆子，只有一种个谁？你也搞出3年这种高人，嘿嘿，这样的做主赛是一口钟，我当把后头一口钟。原来我中了肌肉之一个了3年，在万京东去改考称谓，那记下于是得中第1名为牛，被人以为我的，还到监理会将我送入的招上去，是我的为牛功名并非是考出来的，花了经验。随即叫有人黑的各驱动的为牛驱逐出境，那几下雨来被我的结发器屡采用迹象，我到了高手之余，他一并身亡，所以我收了3年，亲朋寄出我说话为媒，要取他一个希望。我竟不要。我要自己成为翻译工交替，随即想把你几岁勾手后为谁？女妓李姐姐与我雷电虽小，所以我不惜身家美身金凤，叫与有千里来相为富有。对面不相忘，如今自己从新的小弟当人，我一非正义高定，颠托终身。崔相听之心了浪听了，听你从头至尾细细叨叨的讲，哎呀，这刚说起来你实在是当不好做。闲话当中一句句话唔到啊！你见我托终身那白发相爷，崔相面孔长得凶凶的，心里想愈惊愈喜。哥哥，姐姐。这俩心机吗？是。亲姐姐，因托终身吧。但是终身吃口茶茶人，真记得。哥哥，我是真。发布你三声牛，你来家必定要背后门。是啊，你身间托了终身我掉的明日西人，为主歌手为可以当谁？来你心存，我来年纪弟弟可。这个崔相弟，你们知道不好？为此我崔相一片痴心打给打的来，我是应该拿终身托不你。别你们爱我啊！我终身托不起呢，你伟大之手段，不拉听就朋友晓得之至于别讲噶。你是一帮高女来要豪门才子，俺是猜我是讲一个小糊涂啊！别把人家细细之内刚刚呢，你心不叫，
我在终身托不你，我们辣辣等你，你得不来噻。我可是随便拿不来是的。哥哥，老姐姐，有一句来日往儿也隔壁。话自己人了，经不老实讲啊。喏，他如你不得龙里年的风。那我晓得，你没是有，别个你对些，恐怕我大致送就是，昨天到那里听酒伴语，求我这里为个恶的，你尽管放心，我是真心爱你，为止你这个吃种口头了，还是我和你懂为的这个路啊？跟我并不是你和你都风错心啊！姐姐是放心比了啊！呀比昔日富啊人非，我是那么当你还配。我烈日们对天立即从谁明姐姐你不行，我也把挖一个心门的口口挖出来，对我来代替立即口喊当真啊！谁那个力气嘞？是后来的石道落梅林，去对火家郎乡，我有你身心的了。苍天在上，雨通在下，一切狗啊，神机来中，弟子当言。为了去告一片真心，世间去机鞭托终身。倘若我到了公所三心两意，不遭龙鳞言及去机实现了他，我永不超生。我的个最早把他没接过来。我深信，我真心爱的曲香。好了，我可以个女啊，你起来嘛，你一想啊，我们把嘴里曲香跟他听见，这个我叫你还要把一个嘴。谁见小弟是真心爱你去的，我见代替你的两类弟弟听得清楚。谁见亲弟弟一样与我代替了？哎呀！啥东西咋牙出来？你哥哥人不记得的呀？你啥个曲香有发热感？我立起来把生出来一口，我曲香人不记得。而且来到湖边里香个是梅花都会等不个的。那是当中曲香，当个绿不香也要好好的拿了。
给到老板的当中的是国旗，给你们买好个茶。两旁边两个门里啊，这个到西方门里这个两面是当坡水的了，当中翻个薄米和了瓦膏，是一个梅竹。把了风吹这个门里上偏了偏，动了动，当时吹向盘了到翻译的，哈哈哟，对呀，水沟来不水落门里也小嘛，哎呀，他的也是一节，后头抽得通我当时说这个。不晓得背的为啥把梅丁个把梅丁打罗梅丁背对背对得通，哎呀，又来吹响家人家以红皮我啊，到最他个是我哪个把把梅丁里对过来的一口吹响心里挪次内火奔这个快呀，哎呀，吹响你好我就来了，那么哪有个叫吹响啥辰光追个你？放在地的浪发追个辰光，吹响已经追着。那么在那时刚说起来嘛，吹响浮行了大追，不是的。一边举下去发追呀，吹响女儿对对起来对高山上一个，哎呀，就说科技个头名几多对了浪。他多少天到了浪高山上像一股子浪灰色就要扎把枪，吹响科技他们真的哎呀好了。当时把那女多对科技人，有军过来火并里向梅花一路嘛来不及刚流水，他这给他抽得通的，屋里哗啦一下嘛人忙着不高浪，这讲了的这个。个当八户子里神道的，实在按你那老人风骨比让多些句嘛，后面到底在分科技里都要吹响当去北里让看了到去，当八户小本小。有警察追过来嘛，理解出得来，当时的吹响也是当高人高义。嘿一声，吹响你往哪里去？我就来了啊！哼，吹响不走起就可没有水泡在哪里飞得来的呢？你都对科技是不得了个事情啊！我有话跟你讲的。所以吹响有劲不走来嘛，打你悄悄两把子里，你沿着耳朵对了，让过来你飞飞飞，哎呀，说着，你为啥子他不这个悄悄两把子里我弄不清爽，耍个龙手架，你是你调皮，我进来了，啥个得了，这么吹响个写照，打嘛当八户啊，你是蛤蟆的个学长。那么得起个打嘛，还是得垮了，还是打垮呢？就说得垮，打没，但我脚再不够写照，啥意思呢？你的你，崔姑娘今朝比你好啊！我是他一双满真好个第二个布啊，打着这个色不眼睛的布花。当然来得没啊！你这个蛤蟆这个学啊，弟妹后啊，拿着这个小娃，那火高浪向奔一挖一趟嘛，连人上坡的跟头，所以来得没。恭喜那火高浪经过这么当然是个不知脑子的不乖的，经过这么吃火油，那中围笼里向，一条一个洞儿。哎呀，几个隆咚了呀！哎呀，啥人家？哦哟，吹响叫，水里挪次是梅花了啊！哦哟，吹响不得了！他是真正呼吸啊！我得当这个王啊！我是离了啷个他的，哎，这我刚才说往哪里去？哎呦，说人家，这个是我兄弟哇！哎呦，你是东儿当中一只东丁，哈哈，香药得冲，我是离了啷个香药，今朝的好不像个香啥，离了啷个香药了，啷再离了啷个他都弄不动。东儿不够香啥，当然经过再过来，吹响听得清爽，白玉的为了让这个了。他如我绑成中门里向打进去了，可是我再混他是有种再进来，在那中门上过高了，他不看见自个说了，他那么吃上我。
不能追踪门，那么去啥地方呢？崔香一路打过来，嘿，看见了，地头有一扇门，这个一扇门了，没啥人不晓得开，刚不会得开，所以崔香家里向多进一步，过来没期待的，但是往正东围浪向打一步，到了嘛往东向一拉，人妖精进去，谁有什么门当归上，那么崔香弟弟妹妹家追进去。这一扇门嘛是下来了想出来的，是特别，扇门上了墙头里向。你个人为啥没啥子想出来嘛？这个扇门是机关门，拉不开，推不开，忘了墙头里向空的了，高台木梁走，里向一道竹弓，这扇门忘了拉进去，竹弓嘎啦啦就起来，哎，的是什么个竹弓，当一台么对上，从里想出来是喜剧。他晓得个当啦啦，再过来嘛对神道杀伤力体就当个声音。带起的来看，哎呦，崔香也不看见，一眼发干，到弄不动啊！最过来嘛，看见一对门上了墙头当中，晓得个？你一定开个对门来进去，开门，开门，推不开，拉也拉不开，啊！这扇门难开吧了，一看嘛往死里，哦，一个懂个配，一定要往拉。那个中人特别聪明，你半个人也有个，你往往有种半个人不知相依不离，切里不是内户的地灯跑了，去哄的大鱼啊！高西荣光当人一看嘛，好梦真的来往拉个东推了大楼不里，嘎拉么里想到做工就是，这是门进去，好了，你不晓得谁可进来到水一所水门当背上。哒，奔过来一口哟，崔香你这微笑一样子呀！崔香往哪里进我的来了啊！崔香不知道你会得进来的，哦哟，你太聪明了，你个手门还会得开个。崔香往这里想，走进去，哪分来着？已经当是王天这个，我里哗啦一下人打在里向，崔香的是梅花，往正坡边里向一插嘛，崔香追过来，来他旁边一立。小辰光最想吃力是吃力得不得了，对，真这个来他。好，哎呀，崔香你得到是汽车嘛的呢？啥天？哦，各种那个强调我晓得，一定语言灾难，少年大队灾难啊，对的啦，来他对着我们让看呀，谁家看那个屋里啊，就迷门里了，我了啦。当帮分下这是房厅呀，再混出来，叫啥等分过来那个空楼的这准这个迷门浪去。这上了浪不声音，个屋里呀迷门里浪一上么哪会都有声音？这空楼的上一上，哪怕一口毛，十对语言在我个吹下，看得出屋里浪上一上，像啥空楼的上，哪怕高一上。一定有人在我的吹下，高一上个声音嘛，当然听见。带起的来一看，那不要死的，这他是往天浪下来。那么你不要慌呀，你慌着的。毛鱼一抬嘛，摩西个方子啊，一挖一趟嘛，真，哦哟。中这个屁股没痛啊！哎呀，哎，一去百米越快，女人昂着体态哟，你为衣服退了哟，飞起来要想追呀！哎，这啥来不及的，你想放春草出来？春香，哎，太太。谁人手给大队，在我的吹响，在得他汽车嘘嘘，快去开来后人在我的吹响啊！好人手给大队，在你他的吹响，真正登堂出他是对的噻哈。
少人手鼓大队百里跑。唐英一听那么尴尬的，语言出来是吧？他说你出来一看嘛，这个丞相，啥是那样？那么要记得，讲我哪说法呢？啊，你多让我死个声音不出啊，不然你死在浪白死得香。哎，丞相姐姐。哎呦，你哪会带给他来的你？这个嘛。啊，哪会带得来个着？哎呀，那么哪说法呢？俺人就是我到丞相那里托终身在沙里大嘴皮，我笑死不得啊！好了，让我来食量上举我们孩子哇，那么这个是举我好混子嘛，还吃大不是的呀？我们拿哪来？在北龙中饮醉，忽然看见了你弟弟你们水中哪里有一次梅花？小弟在北我说春香之际啊，春香之际，你这次梅花是很好，你从哪里配着的？我理解你都是俺弟弟，你一生都不得应我，我再知放平啊！哦，你可见是我啊？我可是你弄错他吧？我里边的可见，谁想当这是我啊？哎呦，这个说起来，我的背影当不太对哇！你说为什么呀？我的背影不推下来的哈，这个看得不记得。哎呀呀，兄弟啊，你弄错这位，真不是弄错了，这是我呀，是曲下妹子呀。妹是曲下，基本能呀，曲下呀。哎呀，我当然你春夏弟弟呀，你弄错的喂。哎呀，最抓事的都是你自己的不好，你离来我的呀。只要那是俺说起来的是我不害，是我不害喂。有个当把红吧说得出，一个春夏嘛，我们都落地的。那没法你。我要听弟弟嘴里，我想一个发二口好呢。你别讲啊，就太记下来。你别讲，我来帮你想想办法。是。这个件事嘛，我帮你想想办法。这个嘛，那么想一个办法要放平居心啊，自费放法。